懷着向中國殘疾兒童分享上帝之愛嘅心志，ICC 喺湖南省展開工作已經超過30年，將愛、希望同機會帶俾佢哋，提供必要嘅復康治療、特殊教育同職業培訓方面嘅支援。目前，農村地區嘅孩子比以往更需要呢一份支援。奕明一家被逼由城市搬返農村之後，即刻就失去重要嘅復康治療同支援服務，佢哋感到孤立無援。有你同一眾朋友嘅慷慨支持， ICC 得以回應呢一個需求。ICC 嘅外展團隊直接上門為奕明提供特殊教育同復康課程，我哋嘅設備租借中心更提供所需嘅復康設備。如今，奕明已達到各項關鍵嘅復康同教育目標。佢每日堅持用站立架訓練，更重要嘅係喺愛同關懷嘅包圍之下，奕明一家唔再覺得孤單。不過，仲有好多孩子急需你嘅援助，你嘅慷慨支持可以為佢哋帶嚟所需嘅支援服務。你願唔願意獻上愛嘅禮物，幫助好似奕明咁樣嘅孩子茁壯成長呢？